没来，赶紧去吧，赶紧去吧。让个水没去打个鱼塘，你也给肉子拉上呀，别下去吧。他说：“你过冬的。”让我家去的，咱也拿那毛了。水嘛？阿姨，我洗的。水嘛？阿姨，我洗的。阿姨，还问过来？对没？啊，还我这里俺小个姐的，现在公司俺小个姐的公司，我得在我就把电话机的电话找不着。其实那钱数，看什么好没出？哎呀，等俺现在搬着赶个单脚，等俺给我办几个，我这样么？好，江总，江总，哎，啊，我这个这一块，上次说可挺大清楚的，是的，上次干不来的。좀 사사시고 이러가도 대소말 찾아요. 난 올라만 돼요. 잠이 쓰리죠. 저기 나로 이도록 쉬고 난 올라만 돼요. 뭐야? लगे कना क्यों है लगे क्यों है
lagi terang kata sampai nang cuci sini. 아이다. 다 정말 너무 많이 랩잖아. 치신이 자질이다. 자, lagi nih. lagi 치송이. lagi 다른 니마 가게 추송 거다. 이제 내니 해니 송송다. 띵에게 루치 베레. 네. 다시. 정서 레제기 찾게 다시가.先进去喝茶吧。我就不进去了。人已经走了，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那么定条个。你阿妈家低保户的事情，村里已经定下来了，你任何时候来签个字就行。谢谢。那我先走了。对，就要这样练。당이 지단때 때요. 요된 실론다는 노본들이다 다나라 타달래 자니마 치바 니르가 까마 만돌 단다 타선들다 더축하다 디로지로 마다 맞아 다 전주시나다 다 로론 톰보 자른 톰보 때니 인돈라 짱체 단다 간담라 지 도베베 자난 딘득사 리세멘다
是吧？真的热的到这儿见面就干呢。当我说包个鞋子了，店了，去了俺家人是都店买一百个去啊，这是小农讲了，三个三里马就写作我打来的。哎呀，他这个肉呀，我们得怕当俺做过。牛马国关的天地，那这里当个这里是国可你。要外公啦，三次人就把见多加一等多么稳根。人杰人来将做这公节，叫外公节用的来做，叫人去把当节打开，东面多当班，正话当班。年南北祖北东就当南面就当东北当班，叫外地大南南就把见那个当班南北正就。什么本马的人娘把当古巴几把人把本就滚，叫外地大南人就把接受把看那拉米姐姐，这个叫外当节来呀没算不就了得不都得，叫外公啦三次人就把见多加一等不么稳根。六等俺等得给一年将对吧？大概几把钱钱，这个等节大概说说要是去叫外公等三节，咱家南等老等么老等多外公节说那干来，人节人来将做这公节，叫外公节用的来做，叫人几把等节大概东西多当班。苏拉代摩拉摩尔米，阿果拜那里的面。杰兰就把当吧，罗巴罗在讲啥嘛？谁杰兰大更多多。来。रोलों ड्राइव देखो आखिर चीज़ देखो जो रोंबो ड्राइव दे रोलों ड्राइव दे छो मेंटेनर मारे सकोरा जो रोंबो ड्राइव दे ना रोपा छोमा रहे थे चेयर मासी ड्राइव दे थे लामा तो नीचे सी थे लामा तो नहीं हो ड्राइव दे चिंता से
我学是谁做着？他打的谈的谈的你，咱的那个人才跟这样开嘛的。我也。看咱们，咱到底绕路走了这。哦，等这把大看咱们绕不那个呢。哒嘞滴哒嘞哒嘞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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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嘞滴哒嘞哒嘞嗦。小胖，你开完会了吗？高少文？开完了，写那个会议记录呢。你知道吗？现在村里到处流传闹僵尸。闹僵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还不清楚，现在要不要报警？先不要报警吧。上次咱们村流传闹鬼火，结果警察一来发现是个误会，这次肯定又是个误会吧？那现在怎么办？你先安抚一下村民，我这边收拾一下，马上回去。明天早上咱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的。不好了，都说尸体回来了，在马内队那里。什么？快点走吧。那绕路真日路、长路、八路、南路，就跟着摇。南路真在啥里？长路、日路、八路上面摆的啥了？我给他中央过去走的。怎么回事？昨天去埋葬尸体的村民看见尸体跑了，今天早上尸体就在那儿。小胖，过去看一眼。女的不能靠近。在那天，旺队骑车回村，跟我们去德地妈妈家之前，我看见扎巴喝多了酒，骑着摩托车去山下，在路上。撒个去吧啊！你这种年你干啥说的军人？这真是你看到的吗？这是我推测的，但肯定8、9不离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光猜测也没用，咱们先去找旺堆，看他怎么说。走吧。完了，俺都罗龙去怎么了？你长得什么什么和劲了？那他这丫头是咋讲嘛？我什么这个了？哎，旺队。你带着这么多干粮去哪里？给德基妈妈送饭去。是你把扎巴推下去的吧？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亲弟死了呀？什么意思啊？干啥？你想干啥？你先去送饭吧，一会儿我们过来找你。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上了呢？这小子不承认，现在怎么办？他逃跑了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去悬崖下面看看？去吧。加措，我们准备去悬崖下面看看。你们谁对路况比较熟啊？这个农民扎西比较熟，他在里面，我去叫他。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做翻译好吗？好的。他比较熟。看着我听。哦，就你们扎西在那听着我听。扎西，看着我。咱们一起下去吧。哎，那边有些东西。尸体是光着掉下去的，这些应该是村民的。我先去问问，是不是村里人丢的衣服？好嘞，谢谢啊，没事。巴桑夫人，除了你们家，我都询问过了。今天谁不在家，跟我说一下，我好登记。你看，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给巴桑打电话，他不接。要不您给他打，他不会不接吧？那当然，不接电话他就死定了。기부 그래 가와이다 정전 나는 미시샤스기 로마요나 코스쇼다 그래 说是在开会。哎，好嘞。哎，今天打搅您了。哎呀，要么啊给。好嘞。他要不开的嘞？他的这玩意劲高，真的这个家的是。哎呀，我天，是的。哎呦。
大概迪士尼了出去。我的迪士尼去。不过前头啊是呢，安逸过。安逸。安逸过。安逸去。哎呀。呀，大年就可把大用啊！哎呀，来，出去了。好，出去。哎呀。哦。行。空包个地面。哎呀。我天都。哎呀。不要，拿出去。哎呀，要么个。哎呀，要么。对，光大节目辛苦。哎呀，哎呀，这两个。对。王队再说的。来这说。真的是个今天下我们中来，估计你妈这里这边的现在跟同样民多，养过现在头发啥样子的，那个比起来。我明年就盯着金马了不？他看着帮他的什么？当老早的个怎么着？你们都哈拉少些个，当然让个你头直接带着家。啥你要中把你做过呢？都跟香港满洲进来干嘛的？喂，我找到一个，不过等那路线看就是两多啊。俺这名字没来，有时候也是家里人么说。他是把我们学走的就，是你马上真的就我们了。我做了到底可别多呢，自己团这样嘛的。公主，他这里马给的自己了啊，马到多差几年噻，马上已经没得排外钱了少了啦。哎呀。喂。可是你嘛啷个？拿到弟弟住面了，他的弟弟马大。我的弟弟搞这是啥名吧？这年的人。王姐，你知道，这个是年交那个俺年就，这个13岁，爹，我挺怕真的。你看这个，多啊姐，你这么多。啊，他这个西门王当的，全部都搁这西门王不？哎，走。对，哎。这是的。喂，看他爹说的真些嘛，对吧？那是古代我俺这里有的。亲啊姐。王子，他让来的几年没的啊，让给是他给别钱那是真的，搞完这个那的，挺高标准的。没现在单的这做的呢，俺你说的呢，两个把搞过来的吧？那都王子，咱们这是来的车点点吧，来的车吧，看这个，没现在俺这种嘛，金融没办法的。啊？你妈让给俺说的吧？俺不算这个，让俺那不算钱呗。这能摸了的是我开始这超简单的让富商家哎。去年呗，呀，得许的。哎，我老早了吧？哎呀，你这样的，去。没现在让单的超简单的人，俺我是吃的。我吃的，俺叔阿姐呀，从这就吃的嘛。我查过来这哪里好说。问题，超弟弟两我心嘛对不？这把个弟弟看到怎么真的？弟弟个ga치要저리 저기가 저더러 거 센싸워呢。你想呢？弟弟这个连马上全部是这样，从今天他都错，你们这家我这些都没有。这下，他们让我买的，他们让俺先买的，俺儿子们顶着去。走吧，哎，大叔，
从这将对待跟可把的，双人一进民进，从这样落回来的话，这3年能够跟人听把见的，干这谈什么？给爸爸的脾气。对。来，姑娘们，你们今天把我的大哥陪好，你们的小费不会少的啊！哎，谢谢哥，谢谢哥，来媳妇儿们，辛苦了一个，2个，谢谢。来，你怎么了？来。这天差不多用的噻，没事。重庆那里葱速度，葱的菜呢，那可都老重了。俺重了。Merci, papa. Yalnız. Daha ya. 大哥，这要么就专门做这样，做这样，我满意。要，我做那个地址，但你就你要啰嗦。这个你地址可对是着。我这东西就可不得。我呀，这俺呀拿谁着？对，3万来个。对。我呀，对，你要到个。走，呀。我回来喽。包老板回来了。哎。坐吧。哦，我不坐。关于低保户的事儿。小花，你过来一下。我买了个新手机，你看这怎么用？哎，对，你给我使个密码。好嘞。设置什么密码？6个8。6个8。哎，好的。巴老板，这就是摄像。哦，这个像素不错。哇！巴老板，哎，村里低保户的事情，跟往年办就一样呗。巴桑，这样不太好吧？有啥子不好嘛？这个时候我说了算。第6，加强作风建设，官僚。据群众反映，咱们村往年的低保户家庭条件都还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您的亲戚啊。昨天村里开会落实低保户新政策，你们家不在。往年的低保户啊，那你们准备哪几家列入那个低保户啊？昨天村里和每户的村民家庭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央金家、平措家还有德基的妈妈家这3家是最困难的，其中德基拉姆的妈妈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困难户。对，德基拉姆家一定要列入低保户。这些低保户呢，我去通知。这没关系，我们可以通知。我去。
好几天没回家了，我先回家一趟。啊，好。哎。呀，上马去搜一下哟。都俺啷的了给他。哎，你没过听着买进我菜。是我这就中跟那么的，哎，俺这个老娘。听着买进的。喂，吃了的噻，可爬上上去就三家的嘞。哦呀，这对就写这个，他可是我年的嘛个，在哪口都说啊，俺老少在哦。哦呀。你要咋的？我这水桶的。阿拉你东西。哈拉上去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的啊！有什么？呀，可是这吧，是老周家。应该，咱把我们，我这个让么子是啥？说不起这个。呀，那就马走了走，我在那来个地址有，啥时候你去看我家？呀，来，马走了，就够这个。呀，可抢出来了。抢抓不到的。那俺吃饱嘛不懂啊，咱抢出那10多钱嘛去管。呀，难道要把俺抢出那就是不啥抓不到的20这啊？那个东西来。俺们走，来。呀，咱俩东西好。呀，咱这个哥，咱说。呀。咱俩就是说。好呀，啥时候一个？好呀，走。好呀，这样。好嘞，一个。没等着不了，那么也不等着去下去。你们得给快请吧，是呢，老样子，很多吓死就，一大群哦。
一步，来插头啊！呀，来插几洞啊！呀，插洞。一步，别。차 심어 두고 해. 여보. 다 다른 거 내가 요. 저거 내려고. 성. 와, 성냈어. 나가 보지. 야. 기뻐. 쭉. 저거.开始了，技术啊，不要技术。不错。喂，什么？知道衣服是谁的了？知道悬崖下的衣服是谁的了？他们在路上等我们。达娃，你的衣服怎么会在悬崖下面？那，这个热的清楚就扎起的那样的了。怎么回事？他说突然有个尸体掉下来，他就跑了。我就说没有僵尸嘛。那他的死因是？我住的是地里的，这把人们打3年的。这怎么有违章票？啊，小张，听歌。哎，咋了？现在报警吗？
喂，是派出所吗？我要报警。对吗？这个东西，那这个就，反正都应该就能就这点的。你这也不的，这样给垃圾的丢来的。哇，这边嘛。我记得们都报的下，近代没有结晶，而结婚那是没的。啊，真的晓得喂。差不少的马拉的，我也女嘛都嘛对不对？虽然这么知道，啥个是呢？差不多我也没撇噻。他妈是啥子？咱们是俺想法的，俺是那顶着去。汪队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啊，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汪队说要杀了场。他说的时候还把酒罐子给捏扁了，浑身都是杀气。江菜，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这就去找汪队。好好查查他。好的，好的，我们这就去。这样啊，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听说你们去了悬崖，你们应该饿了吧？进屋吃点东西。我们吃过了，你给我来一下。走吧。我给你们倒杯茶。你别客气了，我们不喝茶。你也来坐吧。没事。来，喝茶。不喝了，不喝了，我说了不喝。你不喜欢喝速热茶是吧？没事，我给你倒杯奶茶。你少装蒜。怎么了？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没事，我去拿奶茶。汪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你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那天我从不中没回来，是你们叫我去德基妈妈家做翻译的。说扎巴的事。扎巴。快点，别把我擦到死。看不是。快别去狗搞，这么做啊！我做什么？没希望了。哎！我们这要去德杰妈妈家，给我们做个翻译好吗？那我先摩托车停那儿。啊，好。哎，王队，你的手怎么了？没事，不小心摔伤的。我先摩托车停。来，我帮你停。让我先买包。我就说嘛，这小子狡猾的很，不使绝招，他是不会说实话了。王队，你在同学聚会上说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想狡辩呀？气死我了！本想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报警了。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杀扎巴。你去跟警察说吧。王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2具尸体呢？这件事跟德基有关系吗？如果跟德基有关系，德基家里办低保户的事情也要放一放了。我看警察到哪了？您好，你们到哪了？快一点，我们有新的线索了。等一下。我杀了巴桑。什么？我杀了巴桑。刚才阿妈的意思是说户口本在德基家是吗？是啊。那你跟德基说一下，让他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来村委会办手续。好，那我就通知一下德基。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拜拜。가져. 로봇이 달려 소리. 미개당 용 말해. 미개당 잡아야 고조래. 뒤뒤녀도 뒤에 차주래. 간제 저래. 내 저거 탈수 있단다. 그래, 나 니 사진 내 카드에서 다른事去追着。谁？
用嘛的，我年轻呢，你俺们大就看这球嘞。这老长孙没好过呢，我你来老不行嘛的。俺们大这前几年的最水球嘞，这找看看俺你搞外面好过嘛的。让我没看这球嘞。大的，这个说的没水球，看咱没说我给好过嘛的。说没不看这手嘞。啥别打呢？没拿啥好过嘞。这里顾客都一样的嘛，有效。没先给同来嘞，都别中间洗不来手的。你给我动给。让我这还觉得，对也拿那么。所以嘛。阿姨，过去的。所以嘛。阿姨，过去的。阿姨，阿哥钱那个嘞？对没？这个白是喏，阿哥对俺钱喏了，让我狗生，俺对你小干接了狗子的，没咋占我就没个。电话接的电话按照我这。其实那钱数，还是没好我。哎呀，你俺现在反正干个蛋脚。等咱们上去。你还好意思来找我领工资？家里有事急需用钱。我告诉你，就你们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损失的，知道吗？就这我都已经赔了不少钱给人家了。啊，我的员工要是都按你们这么干的话，那我这酒店还怎么开下去？没把你们俩开除，已经是给了你们俩天大的面子，知道吗？别吵了，走开走开，走。马三说没个好没错，好没错，真的呀。但你最前不听这拉不的，让我那边上前途民度，那你我那说话着。这可你来来用这话不说。我你来用这话嘛对？没今天明白你该在没吧？俺你干了一次我来学嘞，你明俺俩这啥？上学会学。发现扎巴不在了，我有了私心，我和德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如果大家知道巴桑死在德基家，即使和德基没有关系，也会受到歧视。当务之急就是处理掉巴桑的尸体。从那看马上考过是的，要考给老大的钱给等谁得到了。
流传闹僵尸。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僵尸跑到玛尼堆就会停下。于是我就将错就错，把扎巴的尸体放到玛尼堆那边了。德吉，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旺堆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说他杀了巴桑。마기 아메세레 이라 포콜지종 마기 아메세레 이라 포콜지종 아이야이야라니 마기 하마 아이야 熟悉的嘞。不错，这是那个酒，青稞酒。你阿拉的，我来水桶的。阿拉你也懂。哈拉啥就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噻啊！哼，有什么？巴桑啦。哦，对，你就当这些的。对，就个阿妹有交给，这是妹妹名字。对。啊嘞。我的，阿拉吃起动。哦。你这么死，你这么死。这个房子，这啊！我这个有人家。你听这点你用嘛的，那你我来说个着。让那里你那个吃给药嘞，我来你说个情况，一年让哎你忙了了，那个包的阿妹子老远是来不了。用嘛的，我的个那，让给你吞他都不听这娘屋里。你从看这里面让给他鼓励，现在你是不是你我的说情况？也打浪上马进去拉起来，等那阿妹个拉给他们说着，等下你们到我来说着。啥情呢？那就我看这笑嘞。他看这笑嘞。
让行嘛的，今年是你来这两块钱哦。用啊，是你来这两块钱。谈的以及阿妹在这打下着。是啊，外面在打的下着。你说的那些问题，等到开门，这你看来的没做个给个用的。他就女多和没。咱们上下，妈妈中年了去，让给这下才是在，俺们打工提着是了吧？俺等到厂们住宿那个你们我那句话清楚的。这我那中间呗。行嘛的，你拉不上老好。家属呢，拉不上老了。真多。行嘛的。对，这样吧。我啥子前辈去做我去，你俺们的就让给记到这去啊。啥叫人家干做了？俺他去做我去，可能你让给要自己到这去啊。错，这可能俺要买些嘛听，对，俺妈的阿公也要买单的，就是这么贵。我也是。我年轻人的是的。我不信，这件事真的和汪队无关，都是我做的。乡亲们，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昨天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尸体是村民巴桑的，马尼堆的尸体是汪堆放上去的，所以没有僵尸。巴桑是死在德吉家的，也就是说，他的死和德吉与汪堆有关。我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刚才我也分别问了2个人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都没有说实话，我也很难帮到他们。长妹个现在的，两个地给侵占的，庄南店被侵占的这里，一年落地的进到800块，新界之间，地区给阿巴当接不你，现在新挖个大的，这嘛那个浪花了推进中间，
可你婆婆你面干了呀？没人满大把地基给阿妹。巴山才经纬亚个亲不来，一年快说说马亚吧，扎瓜才这地基阿妈的纬亚就不来。因为他们地基皮阿吧，女舅妈都把车人带不来。地基听着他所说的，顶多是买个车不来。我那个叫女舅兔子整不来，一年顶天咔嚓么都被古巴的这掐不来。我让阿妈生那个，那他就不跑了。个弟弟没经过亲自艰苦的对，找不到。巴山村你个军人乡家，弟弟不留个车子，那么找我当不的。老天呐，找不好弟弟了，东安个这次再有吧，中长麦个哈糊不的，弟弟你干学姐也保密。我让他都不顶着同军队门都，但是他们没让他招摇马的，他们连帮俺语。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没有杀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只是一个驻村干部，能力有限，但是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请大家相信警察会查清楚一切的。警察快到了。拿来，好像是巴桑的新手机。阿佳，啊，我是高小文，麻烦您来一趟德吉家。哎，你爬上的，我感觉可走了。滑动，巴上滑动，马上了不的。喂，爬动。阿佳，证据，有证据了。你看这个视频，自己摔死的。可得，那么到看这两个月啊，熟悉熟悉。村长，这些。哎呀，这个，你交给俺们给微博名他得到，刚才毛不交易的。哦，说起。马上见呢，微博名的没想到这多，现在来你一记没记，叫俺们来转了问的。我也去村长。就跟俺了，也就跟着做年的吧。我也去村长，我转。你这马子，你这马子，你这马子，我这个有人家，什么人？
噻。关小姐，这个真是欺负人，也欺负很，真是欺负人，我把你分门好。你叫给家电把怎么去接了？你也接不了的错。咱们现在米一起今年要买的，咱们第一个去对。我一起做也没去过的呀。这把你给三没死了呢，全做一起接着呗。在